今日我哋一齊睇嘅上帝話語主題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透過呢個主題，希望我哋可以學到，就算喺我哋唔知道嘅時候，上帝亦喺度為我哋嘅救恩不斷作工。一齊睇約翰福音5章17節。耶穌就對他們說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上帝通過呢個話語話俾我哋知，直到上帝嘅救贖事工完成為止，佢會喺福音嘅路上始終同我哋同在，並且帶領我哋。透過出埃及記14章，一齊睇下幾件父親上帝一直為我哋做嘅事。一齊睇出埃及記14章10節。法老臨近的時候，以色列人舉目看見埃及人趕來，就甚懼怕，向耶和華哀求。他們對摩西說：難道在埃及沒有墳地？你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？你為什麼這樣待我們，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呢？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為什麼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舉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開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乾地。當摩西向海伸杖嘅時候，上帝做咗乜嘢呢？上帝分開咗紅海。呢個唔係摩西嘅神奇能力，摩西冇施展任何魔法。當上帝吩咐嘅時候，百姓只係照住去做。之後，上帝為佢哋成就一切，令海水分開，俾佢哋喺海中走乾地。就好似聖經記錄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上帝為咗引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將佢哋引向流奶與蜜嘅迦南地，早就已經預備好一切道路。呢啲係上帝所做嘅事。咁而家喺我哋過住信心曠野生活嘅呢個時代，直到我哋走完喺呢個世上要走嘅福音之路，返到永恆天國嘅嗰一刻為止，所有事其實係邊個做嘅？我哋只係遵行上帝吩咐話去嘅話語。上帝曾經同摩西同在，同約書亞同在，同以利亞同在，同亞伯拉罕同在，同挪亞同在。而家上帝亦同我哋同在。等我哋再一次透過馬可福音1章嘅話語嚟睇呢個內容。馬可福音1章35節。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時候，耶穌起來，到曠野地方去，在那裏禱告。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見了，就對他說：眾人都找你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們可以往別處去，到鄰近的鄉村，我也好在那裏傳道，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。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。耶穌嚟到呢個世上所做嘅係乜嘢事呢？佢為咗拯救垂死嘅靈魂，並且引導佢哋進入新生命嘅真理而傳道。既然耶穌所做嘅事係傳道，咁樣我哋可以知道父親所做嘅係乜嘢事工，係咪？拯救靈魂嘅事亦係上帝嘅事工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我必幫助你。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即浸禮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就好似我曾經幫助摩西一樣，我會幫助你；好似我曾經幫助約書亞一樣，我會幫助你。希望我哋都可以成為一齊參與父親所做嘅事工，亦一齊參與母親所做嘅事工嘅子女。今日嘅講道到此結束，多謝。